星光伴讀一國兩制與災情處理，作者馮偉剛。5月4號係青年節，亦都係內地五一長假期嘅期間，但係一場爆炸就突然之間喺湖南嗰度發生，震動各界同埋中央。湖南嘅官場，尤其長沙同埋瀏陽市，亦都即刻反應。5月5號即係災後嘅第二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、國務院副總理張國清就受國家主席習近平委託，帶有關嘅部門負責人趕到瀏陽市，指導煙花廠爆炸事故應急救援處置工作。事件緣起係5月4號下晝4點43分左右，湖南瀏陽市官渡鎮嘅華盛煙花製造研放有限公司發生爆炸。據官方嘅最新通報，截至5月7號執筆之時，事故已經造成26死61傷。湖南省嘅相關官員唔敢怠慢，喺事故嘅第二日5月5號就召開記者會，並且鄭重向民眾道歉同埋表示極為痛心，無比自責。長沙市政府更加指令瀏陽所有煙花廠停產整頓，注意係所有，排查安全隱患。據報道，5月5號嘅發佈會之前，參會人員向瀏陽煙花廠爆炸事故遇難者默哀。長沙市委副書記、市長陳博章就話啦，代表長沙市委、市政府向所有嘅遇難者表示哀悼，向所有遇難者家屬、受傷人員同埋其他受災群眾，向全社會作出誠懇嘅道歉。我哋感到極為痛心，無比自責。陳市長仲話，我哋將會積極配合事故調查，嚴格秉持實事求是、較真碰硬原則，開展全方位、深層次、穿透式調查核查，完整還原事故發生全過程、全鏈條，絕不模糊事實，絕不迴避問題。有黃絲評論員借呢件事去對比香港，並以此指責特區政府。筆者無意為特區政府官員講說話，筆者亦都對官員有啲不滿。然而，如果筆者仍然喺政府工作，亦都唔會建議特區政府好似長沙市市長咁樣講同埋做，因為兩地嘅民情同埋氛圍大不相同。而香港嘅氛圍，如果因為有人命傷亡，政府就勒令相關嘅同行停業整頓，就算特區政府依法有據，情有可原，唔通唔會有人入稟法院要求司法覆核咩？香港嘅法官們一向大公無私，甚至係同當事人有少少關係都唔得。呢個本來係令到公義得見嘅安排，但係咁樣就可能出現法官們不吃人間煙火，只係嚴格根據法律條文去判案，而唔考慮社會嘅實情。前任終審法院大法官列顯良就曾經多次寫文同埋出書，批評有啲香港法官判案嘅時候實在太過離地啦。講翻呢個全行業整頓啦，香港如果有某個行業出現特大嘅災害，然後港府勒令全行停業整頓，相信就會有人即刻要求司法覆核，法官又會唔會判特區政府敗訴呢？咁樣嘅法律風險，特區政府又點可能唔考慮啊？又點可能會冒險？因為一旦敗訴嘅話，特區政府唔單止被分散咗救災嘅精力，仲要冒上威信嚴重受損嘅風險，可以話係得不償失。至於話災禍之後第二日就有官員即刻道歉，並表示無比自責，呢一件事如果出現喺香港嘅話，喺政府內部一定會有法律顧問提出，會唔會因為有官員講咗無比自責而令到政府日後要負上全責，甚至作出巨額嘅賠償？倘若官員強調喺唔承擔法律責任下作出致歉，呢一個本來係一個法律上面嘅免責聲明，但係咁樣做只會令到道歉變成一個公關災難。唔道歉唔出聲還好，因為以香港嘅氛圍，如果有特區政府官員公開表示無比自責，咁樣自然會有政府以外法律人士據此去為受影響嘅市民索償。筆者當年喺私人公關公司嗰度做嘢，為上市公司提供顧問服務，上市公司亦都難免會出現秘漏。但係如果相關嘅公司負責人想喺事發之後立即公開表示致歉，就即刻有法律顧問提出上述嘅警告，擔心以後會被受影響方追責，官司沒完沒了。筆者重申無意為特區官員講好說話，筆者亦都對個別嘅官員大為不滿，恨鐵不成鋼。不過特區就係特區，特區之所以實行兩制，就係因為內地同香港嘅氛圍好唔一樣。內地會有受影響嘅企業入稟法院要求司法覆核咩？內地會有民眾因為官員嘅致歉而啟動沒完沒了嘅官司咩？你可能會話佢哋唔敢或者唔會，但係亦都正正因為內地嘅民眾唔會咁樣做，內地政府反而有空間去嚴厲整頓，兼及理及。內地政府亦都可以鬆容道歉，但係亦都唔會只係停留喺口頭嗰度，因為中共作為執政黨喺習近平嘅領導之下，要求黨要管黨，從嚴治黨，對管治不力嘅官員終身追責。呢一啲係香港都冇全盤照抄嘅條件。如果特區政府落實對公務員
嘅終身追責，咁會有人爭崩頭去考政務官 AO 咩？至於中央有副總理級嘅官員去災場嗰度指導工作，咁樣亦都係一國兩制唔可以企及之處。如果真係有副總理級嘅官員去香港指導協調救災工作，外國嘅傳媒會點樣炒作啊？對下屆或者再下屆嘅特首之位有諗法嘅人士又會點樣講？呢個可以話係一國兩制嘅特色。我哋香港享有高度自治，享有兩制，但咁樣一嚟，一旦有災情嘅發生，中央只可以表示慰問同埋指示特區作為第一責任人全力救災，並表示願意提供全力嘅協助。但係一切都要以特區政府提出嘅要求作為前提，其他方面嘅行政介入就好難做到啦。因為呢一個係一國兩制，非到萬不得已，中央唔方便太多嘅介入，除非好似2019-2022年咁嘅危急情況。香港嘅民情氛圍同埋內地截然不同，再加上係一國兩制，香港喺面對災情嘅時候，好多時候只可以根據香港嘅做法去做，唔可以輕易致歉，更加唔可以講出自責等嘅字眼，否則訴訟紛爭沒完沒了。各地有各地嘅民情，唔可以將內地嘅做法用嚟對照特區政府。當然，特區政府喺處理災情上面仍然有唔少進步嘅空間。